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8月29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有媒体翕到第4批复灵第4厂的原料，透早再出厂内，台电讲明年底进前会将原料棒拢送去到美国封起来。行政院为着带动国内民众的消费，今日决定要组站店头利用电脑网络转型。今日一透早，有不少香港民众去录到共产党解放军的兵仔车，已经在咧香港街头出现了。来看这当中的消息，讲郭台铭9月会正式宣布总统，要来参选。国民党的主席吴敦义伊嘛表明讲，郭先生你变哪有去招人人事，安尼就算是违反党纪的动作了，会照党规落去处分。郭台铭这边面是讲是无讲要退党哦，是国民党就要思考安怎样对党的利益有较好才有影。一直讲坚持要参选大底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嘛同款一句讲，伊会尊重党的规范。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传出9月份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登记人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讲，若是有违反党纪，得以中常会通过总统甲立委选举动员行为规范来处理。说不定还不是登记参选，可能只要联署有违纪的动作，可能就会触犯这个党的规矩。外界认为要处罚行为，那就是咧针对郭台铭甲王金平。吴敦义强调讲，还搁咧拍拼整合郭甲王，毋过郭定也讲无收到相关的消息。郭台铭嘛无拍算要退党，呼吁国民党思考党的利益。毋过即马所传出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可能会回应退党，支持郭台铭。国民党要怎么做，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控制。那也希望说，国民党是不是针对这件事情，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样子做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发展。对党的利益来讲，是不是最好的事情？应该大家都要尊重，这是党纪的一个这个处理遵循。王金平同款是讲会选到底，郭国王佮传出讲要结合亲民党第3势力，可能会分一寡选票。那现在究竟我们会支持哪一个候选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独立出来参选？我想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李鸿钧强调讲，若是有要合作革命的计划，嘛必须要通过党内评议决策委员会来决定。对着过往甲台北市长郭文哲革命的意思是哪来哪明显？面对哪样整合的困境，和基层支持者是愈来愈紧张。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湾大学的名誉教授何德芬早起开记者会，表示讲伊有调查的资料，讲蔡英文总统是无影伫咧1984年摕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的学位。这当阵蔡总统是运用规个国家顶下的骹手咧替伊造假。不过总统府也有即时出来澄清，佮点出蔡总统的毕业证书者的思虑，嘛讲会收集证据提出告诉，捍卫总统本人的权益。I want to be clear. We don't purchase military hardware because we pursue conflict. We do so because we know, as you do, that power only responds to strength. 8月28用录影的方式，伫美国退伍军团协会年度大会发表言论，这是总统蔡英文第一届邀请来致辞，强调讲台湾保卫民主自由的决心，袂向压力来认输。蔡总统变国籍，毋过文凭的争议却压袂退。虽然进前提出伦敦政经学院的毕业证书，毋过台大名誉教授何德芬召开记者会，表示根据大学教授林宽强的调查，蔡总统并无伫1984年摕到博士的学位，这拢是利用国家机器伫骗人。一个国家的元首拿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假的在这里摇晃，如果是属实的话，请撤销蔡总统的教授资格，追回30几年来他的薪资。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很心安理得的票投给他。何德芬认为，蔡总统应该在1礼拜以内亲身出面来回应对伊的3大质疑，嘛强调讲，拄关中敏的案件了后，看清楚蔡英文的真面目，即马干那是就这个代志来讨论。毋过总统府嘛随摕毕业证书，还有相关文件来背会。相关的文凭跟官方的证明就在我手上，有官印。如果这样子还不能够证明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那就到法院去来证明。总统府强调讲，相关的争议，伫2015年蔡总统参选时阵，伦敦政经学院甲教育部拢卖出来说明过，嘛拢找到资料。针对长期对文凭的指控，还有谣言，会收集相关资料了后，向司法单位提起告诉，保卫蔡总统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即当阵嘛有人讲郭台铭无定伫咧新历9月13中秋迄天宣布参选，袂输得那像草头啊红五军咧起义共款。台北市长郭文铁是讲，等着爱等接着月饼再过来讲咯。另外人嘛问起韩国瑜的看守李嘉芬，要将有违章在内迄间农舍卖讨角。郭文铁讲，即个步是错误啦，当初应该听现实较有影，因为要选总统的人，就爱会堪会得，有实才会有得。郭台铭没有要出来选，只剩小英跟韩国瑜，那你支持谁？老实讲，我那天会去郊游啊。会郊游，足去我就去郊游啊。2020错限对决，郭台讲投票当日归期去郊游，对这场拿力对战完全无兴趣。只是2020，郭冠王到底是毋是要合作？以前郭台甲企业头家未回食饭，传出有人当场建议爱郭台做原市长，备战2024。过程当中，那么大家七嘴八舌，什么都有可能谈到的。你说有没有谈到选举废话？这个热门题目，大家不可能不谈嘛。郭台无好人食饭时阵讲到选举话题，伊针对郭台铭定下表态无排除甲亲民党合作。郭台讲，因要合作完全唔免透过我。而根据风传媒报道，郭台铭要选伫9月13中秋节参选。媒体追问郭文泰是毋是同意，郭文泰表示等收到月饼才佫讲。郭冠王革命态势渐渐成型，相较韩国瑜选情，加上李嘉芬农舍事件一直被炒作，郭台认为卖农舍是战略错误。舍得啊，要舍才能得，你知道？这个纯粹从选战的技术考量，你知道哦？这个举动是错的，因为你。人讲啊，你要选总统的人，啊，佮为着800万，这样咧，安尼写来写去的，我就拆掉就准刷落去。李嘉芬卖农舍5万户韩国瑜选情机会，啊，不过农舍违建受了政府，也佮有偌济机会效果咧，要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郭文铁市长手下的台北市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今日头一摆审议远雄公司当咧起的大巨蛋，这栋建筑外围都市风灾避难的设计。远雄嘛有交出一份用电脑试碰试行所制作的报告。不过，前任的台北市都市发展局的局长林周明就批评讲，但远雄的报告拢嘛三讲四唔对，要求市政府就唔通放水。现任的局长黄景武是强调讲，那这是无可能，因定着会严格审查。将来大巨蛋不能用，4栋商场可以用，正式商转做生意，百货公司成立起来，那就是我们台北市的笑话了。台北市政府再去举行大巨蛋导审会，有关插干会变过，因为台北市长郭文铁伫6月时阵开喙，若是大巨蛋的用流人数会当以6万人做规模，就会当上线，才看要安怎改。再去导审会头一摆针对建筑外口的都市风灾避难，审查远雄提出的电脑模拟，却传出进前远雄进行大巨蛋疏散电脑模拟的时阵有出问题。大家在网络上现在看到，我的影片为什么有的怪怪的，有些不能跑？实际上是因为在参数里面，真正跑成之后，它参数会互相的互斥啊，有影响，所以会跑不下去。不是我们动手脚，参数的调整而造成电脑跑不动的状况，这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们给他的条件其实都是冲突的啦。远雄强调，因为委员和因的参数条件互相排斥，才会发生出问题的情形。这个讲法，互议会的市议员质疑，包括前都发局局长林周明，嘛伫面册顶关质疑，远雄的模拟报告漏洞不了济，要求卖放水，说互都发局严正补贴。那我们委员都是专业的，那委员你看到5次还没有过，现在是第6次，怎么是一个放水的一个委员会呢？黄景武强调，已经邀请建筑师柯宗熙担任咨询委员，并不是看无电脑模拟，审查是有专业性的。不过，市议员质疑这个模拟软体的功能以及模拟的参考性，环保团体嘛要求市政府卖较简单过关，牺牲公安，各方面你来我去，攻防不断。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立法委员黄国昌早起和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这个团体做伙开记者会，要求内政部针对消防人员的装备的检查啦、补贴啦，都要较注重咧。有真侪消防人员敢若一束拍火衫，连换起来洗肠都无法咧。消防署是讲，备办这的装备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嘛有真侪县市已经有要替消防人员加学一束起来。黄国昌听到是愈懊恼，质问讲。
啊，恁中央毋着拢无规定，互伊统一。消防人员摕一罐真大的垃圾水出来，这是消防衫上色了所产生的垃圾水。消防人员伫第一线出入来拍火，辛苦的消防衫毋但是拍火的装备，嘛是保命的工具。啊，毋过真侪关切的消防员，干那一束消防衫，无法度无定期来上色，就连医生上侪大保持，嘛干那会当半年来洗一届。我每一次的出勤，它都有可能因为这些水里面的化学物质，虽然我每一次回来有保养有清洁，但是随着时间的我穿的时间跟使用的时间一长，它的内里跟它的消防衣本身有没有可能发生裂化，或者是说一些质变的部分？那这些检查呢，消防员本身并没有办法来做。中央的补助无够，必须要由地方政府的财政来补助。啊，毋过真侪地方政府的财政有困难，英国消防替换装备的采购拢无够。吴国强表示，第一线的拍火兄弟，无应该因为关切分别抓来有无共的装备，应该注重第一线人员的权益。每一个打火弟兄出入火场的生命安全，不应该取决于他所在那个县市的财政状况。我们5月20号之前只有2个县市有2套装备，另外15个县市大部分都有2套。那没有2套的话，最佳是一个新人员他要套量，或者他辖区比较单纯，辖区状况比较单纯这个所以没有采购，或者是他因为经费上的关系，未来采购2套，这绝对是我们的理想跟目标。消防署表示，消防衫的采购照目前的法规是由地方政府来采购。目前有真侪关系会小连续来订第2套消防衫。啊，毋过有地方议员表示，地方消防预算有部分去用不当使用，利用勘查的车辆来走行程。吴国强呼吁消防署对消防装备必须要有明确的规定，才会当保障相关人员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台湾电力公司按去年7月开始，就已经将福陵第4厂的原料棒一批一批送过去到美国封起来。啊，今仔日有媒体翕就讲，第4批的原料棒透早已经再离开福陵第4厂的范围内，因为台电都有签国际上核子的用途保护防护的协定，所以因是毋愿证实这件代志敢有事实。不过台电嘛讲会照着反映的决议，伫咧明年底进前，将核子反应炉内底这的原料棒拢总送过去到美国交因封起来。去年7月，核数头一批燃料棒伫咧警方护送之下，点点车去基隆港，准备要送转去美国原厂技公司异地保存。规个运送过程真严重。直到透早，又有别面媒体看到核数第4批燃料棒伫咧古大大货柜车运送之下，车去基隆港西码头，准备要送去美国。啊，毋过因为国际核子运送保护协定的规定，台电甲原电会强调讲，所有运送过程无方便透露伤济。对，因为依照国际核子物料的保安规定，这个运送路线日期跟都要采机密方式办理，所以我们原能会不方便对外公开的。分3年来外运完成，那整个1744束的核燃料，我们预定会在明年底前全数外运完成。不过，原电会强调讲，依照地款决议，台电会伫明年底进前，将核数厂所有燃料棒1744束全部车去美国。台电规划以3档8批运送出去，头一批已经伫去年7月送出去，差不多160束。去年9月运出差不多240束，另外今年10月240束，搁再加上这波嘛是运出差不多240束，等于目前核数厂只干那剩864束，燃料棒已经无够定期1号机。可是我只有一句话啦，不值得再做了。纯粹从工程跟安全角度上来讲，已经不值得了，不如来建核武，也进步很多，安全性也很高，施工也很快。前核数安全监督委员林宗尧强调讲，核数厂不管是对工程核安的角度来看，拢无达到定启动。不过部分另外学者表示，还要观察未来用电量需求才评估。反核团体表示，核安需要优先考虑。另外，伫核废料最后处理场址也未定案进前，核电厂都无应该定启动。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咱若点菜，都有送餐的人员会摕来甲咱兜。伫咧网络经营这款系统的 Uber Eats 这间公司，都因为手下有送餐人员咧不满讲，即阵公司改变制度，对因的权益是真损害。今日就有人伫网络串联，招募共款咧送餐者的骹手，同时间拢总卖接订单，通好表示因的不满。啊，这个送餐人员嘛望讲，大家若好齐，别日都有在条组织工会争取权益。
基隆庙口附近的市区，早起10点一到，各大位美食平台 Uber Eats 的外送员，做伙甲奥多拜停好，集合伫咧合作店家外口等派单，20分钟左右就完成一件外送。那这样赚了多少钱？56块啊。那最近的奖励制度有没有改变？不知道，因为我是没差，我只要有跑就好了。我现在是离线状态。但是毛外送员不管 Uber Eats 最近更改规则，所以响应网络顶悬所发起的路线不爱接单，来抗议游戏规则拢是业者讲的准算。啊，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有这个串联？到哪一天会轮到我变成从奖励机制变成惩罚机制？因为你说是兼职，然后突然你又变成要我们说3天要跑60趟、70趟、80趟、100趟，那才拿到那些奖金。那你又说是兼职，那你不是我今天达不到这个标准，你不是等于变相在扣我薪水吗？响应地界的外送员指出，业者最近创立算抓的奖励制度，用挑战的名义，3天完成35、50，也是60、80抓，达到标准才有奖励金。看起来敢若是解除任务，实际上有可能走愈接，煞愈被剥削。Uber Eats 回应，新推出的奖励制度是依照平台的公司情形来设计出个人化的奖励方案，但是不影响基本的接单车资计算。有餐饮业者是表示，外送员路线抗议对店家影响不大。应该还好，他们这个合作比较久了，然后忽然做调整，反应会比较大。虽然有可能造成影响不大，但是外送员嘛希望透过串联，让因未来有力量组织工会，甲业者争取路线保证权益。劳动部表示，拜日已经找业者开会，美食平台有的和外送员是签承担契约，有的是有雇佣关系，现阶段什么型拢有。希望业者至少要强化相关的保险制度，和外送员基本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近来限制因的国民参加旅行团，也是自由行来台湾佚佗。今麦行政院为着要带动国内民众的消费，今日决定要采用经济部所研究的类似型商家进行辅导方案。其中一幕就是要助赞店头利用电脑网络转型。你想讲用网络点菜，也是经过电脑连线直接收小者的办法，便有参加的店头上计会当补助3万块，各有电脑业者会行卡到。面对面来给咱训练，包括店家可以选用点餐后位的一个服务，它可以来节省顾客现场等候的时间，或是选择结账支付的一个服务，来简化店家的一个收银及结账的一个作业，或是选用行销引客的一个服务，让店家可以掌握客群来吸引顾客入店消费。经济部这条方案按算要实施3档，1档补助1万间店头，另外嘛要针对台湾头尾200个大小企业一位补助30万，鼓励个人发挥地方的特色。搁另外针对消费者个人，经济部嘛结合即马长时行的手机行动支付，咱若伫咧这大小企业采用行动支付纳钱，政府甲业者搁会退点数，互咱当作现金运用，价格会当退较20%遮尔济咧。来看今日韩国瑜的竞选总部公布讲，5档前高雄弃博社会证人所捐予市政府的善款，本地捐款作业的要点的草案规定行政费用，敢若会当占1/1000尔。不过迄当阵，陈局市长手下的团队竟然通过讲，便若经过委员会通过，善款就会当搬过去当作人事行政费用，唔只会发觉头较大新。嘛有民进党的议员打出来印话，咧替陈局抱不平。提出各项弃博当年公文甲会议记录，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竞选总部公布追查各项弃博善款运用的新发现，指控当时陈局市府团队将原本上限只有善款1/1000的行政费用，改做只要善款委员会通过，拢会使用。就我们手上的资料可以看到的，光是人事费用，不包括行政费用跟所有的活动费用，已经高达1170万了。以善款45亿计算，行政费用原本只有450万。韩国瑜总部将这条叫做备用条款，而且当时只有开会17分钟就通过。但局甲伊主要的幕僚拢无在场，公文最后嘛由秘书长登伊啦。陈局市长9点开会，你9点2分离开，你去哪里了？
今天8月12号要讨论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这个单局团队面知影这条无签表先做切割，不过民进党籍高雄市议员嘛出面帮单局反驳，当时单局先离开是被行政院长江宜桦勘查救灾。如果你要用转移焦点其他的事件的话，大概可能大家就是批判而已。但现在他是把高雄人曾经的伤痛拿来当做政治攻防转移焦点的工具。除了第二地用条款，韩国卢总部嘛指控，起步55案有23案的执行率拢100%，连一年考拢开甲拄好。这个是先执行这个协定，希望当局甲当时的团队出面讲清楚。记者甘川郭建准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近来补习班的业者有诶倒去，内底真侪学生补习的学费是用分期的，根本就纳入袂了咧。教育部已经有修改补习班的业者甲学员固定爱签的这份定型化契约书的内容，是讲台北市法务局今年清查940间的业者，发觉讲其中271间根本都无甲学生签约，若无就是契约的内容无合法律的规定。今年4月，台中爱尔后期补习班团组部已经停业。过去几年，有威尔斯比基等补习班恶性倒店，致使消费者排了高额学费债务。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去年教育部宣布，针对部分一次性收高额学费的补习班，加强规范定型化契约。台北市法务局今年度查获910间补习班业者，发现有271间无符合规定，无甲消费者签订契约，或者是契约无符合规定。补习班它是预收超过1个月以上的学费，又没有这个提供这个履约保证的话，那它就会违反这个补习服务契约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的这个规定。法务局指出，2019年补习班消费纠纷已无已经倒店的爱尔后裔上济，过来是联成电脑树林中心甲精英国际关键分班，经过复查了后，联成甲精英拢已经改善。另外，常常看到的消费经纪户业者以伪术行销，爱消费者一摆签长期契约，无提供契约审阅期，或者是业者无已经倒店等，提醒消费者若一摆交钱超过1个月学费，签订契约进前一定要看清楚，补习业者是毋是提供履约保证。按过按月收钱的补习班业者都无伫这限制，一次也不能超过1期6个月，所以我们教育局是不鼓励学员跟补习班签长约，因为通常你约一场，那收费的这个数额一高，那后面的变数就会高。教育局提醒，经过台北市的补习班退钱规定，伫开课进前退课应退9成费用，那上了第一堂课无续约，应退7成费用。那上课的堂数达到1/3都免退钱。另外，爱尔后裔消费经纪经过台中市法务局进行经纪协调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国中、国校要开学咯，云林县政府按算讲，要伫咧县内每一间国中、国校用个租的，互每一班的教室拢有冷气通好吹。讲我做用租的，实在是用分期付款的，经费掠起来需要2亿，分做4档。厂商就是爱带安、带导、带保养，4档若够，冷气变做是学校的财产。来到云林岛南镇南国小，全校总共有31班，教室规划做北向南，平时上课将他们拍开通风。但面对现在地球暖化、气温飙高，真侪学校透过观看等方式，家己在教室装冷气。但为这学期开始，云林县内各中小，可望每班有冷气通吹。教室里面的冷气设备的装置，也希望能够大大的改善我们教室里面的一个学习空间的这个环境，也让孩子在这么棒的一个环境当中，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提升。文管副教授表示，目前全县公立的学校182间，但32间的学校班级有装冷气，但云林县资源有限，无可能一概买足所有学校的冷气。目前规划采用租赁的方式，一概发包，则一年变预算来付款。等年限到冷气就归学校所有。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发包的一个小组目前正在研议希望能够透过用租赁的方式来做处理，那就是一次把它装置完成，那分4年来做付款教育处表示，如果以一年的方式来装冷气，会出现多一间学校新增满增的问题，而且一届经费多，作业时间长，这规划以租赁的方式，而且冷气的厂商
嘛需要施做电路安装和报告，减少学校后续保养和维修负担。如果上紧这学期结束前，对当每班学生都领去探吹。记者有报道。同款来看婚林，斗六的镇南国校，因今年有传状元帽和文昌笔，要来迎接拄来入学这一年的学生。学校嘛安排真精彩的活动，让一年的新学生提早熟悉同学，行大校园，通好让因未来6档小学的生活有一个真热烈的开场。暑假就要结束啊，小朋友准备要开学。婚林斗六的镇南国小特别准备状元帽来迎接大家要入学的一年的学生。学生头戴红色的状元帽，模样真古锥。校长表示，这是希望囡仔伫无共款的领域，拢会使找到发挥的空间，成做一个小状元。特别致赠这个状元帽，曹女士他们所特别精心制作而且加持过的，也希望能够赠送给我们的镇南的小一的新生。希望他未来在小学的阶段都能够有好的发展。那就像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小状元，希望都有很棒的一个成绩。学校把准备真丰富的活动，贴一帮好囡仔互相熟悉，算过关的游戏来进入校园。一年的学生头戴状元帽，手提文昌笔，这是学校和家长上亲的祝福。这个文昌笔呢是历年来都没有的，所以这是我自费赞助这样子。希望小朋友在这边快乐学习。这点学生就要迎接6年的小学生活，有老师甲家长的看架支持，这6年会相当的精彩。学无共款的知识，发现家己的才情。记者综合报道。婚林的地方法院考虑到路头较远的乡亲，若来到地方法院，要问因本身卡到的法律案件，就要搬摇摇。即马特别含考湖、四湖佮轮培乡公所，直接用电脑镜头连线接受询问的服务。民众只要含公所约时间，就会当经过电脑设备，含法院的人员见到面讲到话。有啥物问题，听好直接问。大家好，对于镜头一手，婚林地方法院的院长伫咧会议室内面，甲考湖、四湖，还有轮培乡的乡长做伙视讯。这是婚林地方法院甲偏远地区的乡公所做伙合作，替民众开办的诉讼定书视讯咨询服务。通过公所的视讯设备跟法院的视讯设备相连线以后，然后可以面对面的透过视讯设备来跟法院诉讼辅导的人员来询问关于这些法律的服务，避免说民众这个担心受到这个诈骗集团利用这个各种的这个电话啦，或者是网络设备来诈骗。只要民众在咧需要法律或者是诉讼相关咨询的时阵，就会使透过视讯，甲诉讼辅导人员做伙参详。因为常常有民众认为说，收到传票了啊，这个传票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时候要来？然后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法律效果？针对这些种种的一个诉讼程序，他们并不是那么的清楚。乡公所互相合作，甲民众的需求放大声。婚林地方法院也表示，整讲成效袂歹，其他乡公所也愿意协作，因会搁再扩大服务，互民众会使得到上界直接也有即时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人一句话讲，行船走马3分命，就是讲行船风险真悬。毋过嘛，有的船头家拢无爱互这讨海的工人，伫咧船顶做工课的时阵穿救生衣，讲咱的白脚白手影响到膝头。这当阵就落来工团体去到劳动部申请，望讲会当修改作业的规定，互这的头家人袂当搁掠妨碍作业做理由，来禁止船顶的人员穿救生衣。渔船仔出海希望会当丰收，但是海上工作风险不哩大。最近1个月来，小连续发生宜兰籍甲苏澳籍2只渔船出海失踪的事故，算的有10个人下落不明。多工团体指出，外籍渔工的劳动争议，除了真普遍的中介费、过工时计薪水等问题之外，出海禁止穿救生衣嘛是重点。他们为什么不被允许穿救生衣？是因为会阻挡他们工作的速度。它不是一个渔工会不会游泳、会不会得救的问题，而是当我在海上漂浮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争取足够的时间，让搜救人员找到我。
依照即卖规范，雇主对水上作业的劳工有落水可能的时阵，就必须爱互劳工穿救生衣。但是迄阵啊出工了后，根本都真歹确认雇主到底是毋是有执行，所以劳工团体指出，有部分业者便宜行事，就是要减少支出，所以防护设施完全无齐全，呼吁主管机关必须爱修正相关的规范。穿不穿救生衣，真的不是只有外籍渔工的问题了，法律上面应该要有更明确的规范，就是他们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都一律要穿上救生衣。实施了150场次的检查，那裁罚了5场次，裁罚金额也有达到15万元。雇主不能用任何理由禁止劳工穿着救生衣。如果雇主违反规定的话，最高可以处3到30万元的罚款。如果因此发生职业灾害的话，那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劳动部指出，雇主袂当以任何理由禁止劳工穿救生衣，违者一定会开罚。未来迈向企业主管机关进行研商，看要安怎加强安全检查甲宣导，并且将救生衣以及监视设备等项目列做未来的检查重点。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桃园新屋区后庄里大鼻溪，昨中昼互民众发现讲溪水煞泛红，烦恼讲安尼一定去污染着农作物。市府的环保局顺水路查起哩，找到源头就是顶油做香的业者。这当阵也已经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来处分，搁限时限日要求业者一定要改善。手机啊，翕到溪水比拟最红色的画面。新屋区后庄里的大坡溪是当地农民挖靠灌溉的重要水源。而被民众发现了后，烦恼农作物会受污染，嘛将相片抛弃伫网络，并且社群，要求环保局爱找到凶手。农民当然是担心他这个沿线这个排放废水有毒啊，因为颜色是红色的大家看到就心情就恐慌啦。市府环保局稽查人员接到通报了后，第一时间去现场检测水体 pH 值，水温拢正常，无重金属反应。嘛，因水路对查，发现水头做香的下水沟啊，嘛有红色的废水，业者承认讲是作业的素食，嘛表示是囡仔在耍的时阵无细力甲泥济车倒去，感觉真实的。现场环保局也立即依违反水污染防治法30条的规定告发，那后续业者恐遭3万到300万的罚款，那也限期他9月4号之前必须要完成清除。环保局稽查人员继续追踪，伫现场勘查，目前溪水大概上恢复正常，有关有少部分是浅红色。环保局表示，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30条的规定，将事做香的含印刷、染色污染水体，除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之外，依法会当处3万至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因为顶阵啊，北陆的风台落大雨，花莲受风溪顶游台电发电厂临时坝，予大雨冲甲倒去，造成讲下游遮的田拢无水源通好饮。这当阵拄当伫咧捕田，无水通饮，遮种稻的农民就烦恼讲，损失是上百万呢，真有需要有关的单位紧来斗相共设法。予花莲受风向农田灌溉用的洪天圳，出水为关机，明显少了2/3，水车无水，水尾的田拢打去，农作物也特别死了。那大部分的秧苗都在秧苗场，已经过长了。那现在农田也没有水，也没有办法再重新复耕，再重新打田了。现在插的秧苗已经插下去，只有等待的被日晒枯死了。那这次的损失预计都在100多万了。无水原因就是水头的台电发电厂临时坝被北日风台所带来惊人雨量冲害去，台电派怪手成骨引水道，予发电厂使用了后，搁引流予农田使用，已经部分土地恢复供水。那台电派遣了好几台机具全力抢救。那今天早上已经完全有水进去了。那到明天早上应该陆续整个丰田地区的灌溉地区都会完全有水。不过农民表示水量根本无够，而且已经断水4天，调灾早就打死，希望政府用到3天清清农损。受风向公所是协调水利会甲台电调节水源，互灌溉用水价一次农作物损失降甲上低。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新德市德光国中的图书馆，经过改造了后，变作是那亲像世界出名的电影《Harry Potter》内底这间魔法世界图书馆同款。伫咧教育部举办的全国上水的社区共拓站的比赛，
并到全国299间参加的学校得到第1名。图书馆第一站世界之窗，四周围大片的窗仔门设计，让人看出去空间更较开阔。第二站就敢亲像电影《哈利波特》霍格华兹学校内底图书馆同款，挑选开放式的册柜啊，互整座图书馆成为学生啊下课休困时间上爱来的所在。跟以往比起来，它更有读书的氛围，还有灯光明亮，然后书的摆设也会让我们很喜欢来这个地方借书、看书。电影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图书馆一样，对，就是改装之后设计很像，然后也空间就变得更大了的感觉，对，然后也让我更喜欢在里面读书。校长表示，图书馆使用了后，不但学生啊更较爱来，另外学校也开放附近社区民众，做伙来共享学校图书资源。这个图书馆还没有成立之前，我们可能必须要到文化中心是比较远的距离。那这个图书馆现在刚好就在家的附近，所以是走路就可以到达的。那家的图书馆就有很多复合式的功能，那这些功能每一个角落的设计都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希望孩子可以随心所欲找到他喜欢的角落，然后可以很安心自在的在这个角落的每一个空间里面阅读啊，跟同学讨论功课啊。新北市日前得到行政院简单基础建设计划补助，投入去2095万，改善甲新设立6间国中校图书馆，德光公读站投入去280万，打造甲霍德华兹同款的图书馆，希望提供学生啊甲民众共享学校图书资源。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讲到图书馆，咱换来看台南的永康图书馆，因这当中推出册地蒙照的活动。这个蒙就是蒙人的蒙，就是讲品无看。内底图书馆的人员已经将主题分好好，一地一地的册内底入什么咱唔知，干那当经主题。你要照册爱照规地，啊，这地册关转去，即卡落啊迅速送你。永康图书馆唔那安尼生，因嘛趁7月时邀请作家来教民众写家己的几啊稿，咱做伙来看卖。真侪民众关系到图书馆去借册。台南市永康区图书馆伫农历7月推出一系列特别的活动，由图书馆的人员帮你检册，创作一地民众看地下顶的主题来景，即卡落啊把顺刷送给你。民众讲册地蒙照会使互因拍开新的眼光。平常都会挑自己喜欢的，这次看到这个太好了，我可以看看里面的不一样的。那透过书袋盲借的方式，我们可以让民众透过提示语来挑选更多元的书籍，让他们一次可以带回去，可以发现更多自己的阅读兴趣这样子。那鼓励民众看册，永康区图书馆嘛按算伫9月初8，请作家陈密安来教大家写几啊个。其实我感觉写故事上需要的就是上空上芳，这个空芳伫倒位，就是咱生活内底，比如讲厝里、学校、病院、下间啊、便所。迄拢是咱会当去为内底去找出一寡可能有啥物故事、有啥物几啊个的所在。啊，若有一寡想象力的话，你袂甲讲生活会变得更加好耍吗？就算伊有点点仔恐怖。农历7月，这个月有真侪老热的民俗活动。永康图书馆透过册地蒙照，密实倒脱等等的活动，互民众用无同款的方式来认捌传统的民俗。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屏东咸埔仔平厝村，要入庄者有用纸浆做出来菜龟阿嬷这些艺术品，因为进前咧做排水工程，煞去互人破坏掉。其中参加设计的一个美术老师林素梅，伊心肝头是真唔甘，就招迄当阵大家做伙创作的一寡青年艺术家，搁有庄仔来乡亲斗3工来复原这些菜龟阿嬷，互菜龟阿嬷重新搁再兴捌起来。盐埔乡皮厝阿姨头底下啊，大人出摕一支擦枪啊，甲墙啊擦色。虽讲日头有较猛，毋过遮个阿姨也是感觉足心塞，为家笑嗨嗨。会有遮尔趣味的彩绘活动，是因为皮厝村入口用纸浆艺术做的菜龟阿嬷，进前因为排水工程所受迫害，美术老师林素梅就叫村民搁再甲菜龟阿嬷画好水水。较早拢无参加画吼，即摆来教即个时阵，老师。教阮安那画哦，发现原来就是安尼，个会当插写个插安尼哦。公部门对于公共艺术的创作这一件事情，他们觉得是村民或者是学生所做的，因此呢，他觉得价值不高，所以这是一种对艺术美感的
尊重跟教育不足所导致的。林素梅讲，当初是施工单位甲社区因为唔知影要安怎甲菜龟阿嬷耍动，就大做大意损害这件公共艺术作品。伊认为这是机会教育，希望透过修复菜龟阿嬷，互公部门甲社会大众更加了解公共艺术的价值。因为它是在地的，所有在地人的共识，艺术它有独立而不可复制性的意义存在，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菜龟阿嬷有做一些的造型上面的修整。林素梅就村民做伙甲菜龟阿嬷修复好势，伊讲村民同齐参与社区改造，会当更加了解维护社区环境的重要性，共心保护菜龟阿嬷。记者综合报道。台语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你参考。解文说字，讲到菜龟，说到菜龟，我就想到一条台语歌。歌词内底讲人讲冬瓜清凉会开鼻，金瓜好食会助胃，苦瓜辛苦离喉甜，菜瓜食了会煞嘴。是啦，这条歌叫做卖菜字啊。国情啊，先来讲伊头前的歌词，咱等下再来说这条歌到底是安怎样写出来因由。歌词见面，卖菜字啊，讲透早出门做生意，毋管霜风冷叽叽，担着青菜向菜市啊一直去。为着要赶早市，毋敢踮遮搁延迟，紧来走，紧来去，目一个年，搁看一个见，已经行到菜市仔边。嘿，啊，着真加载，对面拢还袂人来排，我着紧来开市嘛，才应该啊。远远看到小姐赶菜篮对遮来，你是今仔日第一个人客，应该着牺牲大减价。我的菜色是真济，应有尽有，无问题。你要芹菜、高丽菜、白莲仔菜、叶仔菜、冬芽菜、广心白菜、韭菜、花仔菜，还有迄个食了会补血的红黄菜。啊，国情啊，讲来到遮，你规条都念歌词尔。这条歌因由对倒来，国情啊来甲朋友做伙开讲一下。写这条歌词的，就是台语歌坛的出名的作词作曲家陈和平老师。伊捌家己回想讲，伊会写这条歌，就是因过伊伫海山唱片公司咧换宣传部，含一个真出名的广播的主持人约束，大家要见面要测讲，这个主持人委托海山唱片办听友联欢大会，通好来卖票。当然歌星就要由陈和平老师这边来邀请啊。结果伊徛伫门骹口等这个广播的主持人，等1、2点钟，对方煞无来啦，无来懵无来，听到边仔人咧喊来买菜哦，心内煞产生灵感，煞来写出这条卖菜字啊。啊，陈和平老师记载伫伊所写的台湾歌谣的故事这本书内底，伊就讲起这条歌写出来了后，由黄生田主唱，原来市民感觉真实行，啊，伊阁特别去拜托布袋戏的大师黄俊阳，伫剧情内底分州四极端，布袋戏设计一个卖菜字的角色，插落去当作歌谣的插曲，伫布袋戏的翁仔唱出来。这条歌风行到即马嘛阁咧流传。毋过陈和平老师嘛讲，一来爱感谢替伊作曲的黄敏老师，二来嘛爱感谢伊的牵手李月贵。是安怎样安尼先讲？因为伊讲这菜吼，伊无啥知啦。歌词写好了后，转来问因某的啦。啊，这条歌继续唱落去，就会出现国情头拄仔讲的，人讲冬瓜清凉会开鼻，金瓜好食会助胃。苦瓜辛苦离喉甜，搁来讲菜瓜食了会煞嘴，小食爱食是烟水，这是初恋的气味，包你爱情的顺序。结果这个卖菜字啊，讲解下海用要流落去，小食一时心花开，香香才开喙。问我葱头一斤偌济钱，讲剩的伊拢无爱滴，害我听着用要昏落去。这条歌真趣味，陈和平老师的苦心，国情啊讲出来。甲大家做参考，无论做倒一道，就是爱认真，爱研究甲至精至美，爱用心计较，才会出头天。咱讲台湾一个女性的国手杨婷如小姐，伊伫咧罗西亚举办的国际机能竞赛汽车喷漆，摕到台湾有史以来头一面的金牌。一般人拢认为讲汽车喷漆这道的拢是男性咧做，毋过目前嘛真正有愈来愈侪女性拍破传统的印象。伊拄对家己民用农工汽车科毕业的蔡家培，嘛是共款，一天练12点钟，望讲会当摕到国手的身份，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挂红豆面大、手套、目镜全副武装，伊是汽车喷漆比赛选手蔡家培，唔惊翕，唔惊热，一天练习超过12点钟。伊讲伊介意色彩，喷漆是伊的兴趣。进前已经摕到分区赛的银牌，今麦全力准备第49届全国机能竞赛。工作方面选择应该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然后才能在自己兴趣当中做得更好，做得更完美这样。第49届全国机能竞赛9月16就要伫台中登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分嘉南分署分署长刘邦栋亲身授旗予128名参赛的选手，包括女性会当伫汽车喷漆这个以男性为主的领域拼出一片天。今天看到加倍以及今年即将到俄罗斯参加比赛的国手，也都是女性的选手哈，表示只要肯努力、精益求精啊，我相信不管是男生或女生都能够闯出一片天。老邦栋嘛讲，汽车喷漆这道相当的辛苦，也不过女性伫比赛当中表现真好。职业其实无分男女，有兴趣、肯打拼，都有机会出头天。记者综合报道。顶月日有民众伫台东海端乡公园村去看到一只含老母走四线拄出世的台湾乌熊仔囝。经过台东林管处照顾，已经满月。林管处特别邀请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兽医来替这熊仔囝健康检查，发觉讲这只熊仔囝真活动，体重嘛比较讲拄发觉的时阵加定倍，健康的情况是袂歹，敢若小可较欠血。按算讲11月长龄了后，会刷起较大卡的笼仔，互伊会当了解讲，渐渐要甲放出去外口，伫野外野放咯。透过夜间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台东公园乌熊仔囝暗时胃口真好，伫食果子，日时阁会爬起人仔，活动力袂歹。台东林管处8月28特别请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兽医团队来替乌熊仔囝照电光、超音波，还有身体外观甲抽血等等的健康检查。除了有淡薄仔欠血，其他的健康状况拢袂歹。体重即马有7.4公斤，比当初时大发现伊的时阵加买1倍的体重。贫血的部分，我们大概会增加一些补血的铁质的食物给他，这个都是由医生来做一个建议的。老庆连讲，公园乌熊仔囝拄7月27日发现到今已经满1个月，健康甲视觉的状况比大发现时阵互拍生起感觉已经稳定真济，甲一般动物细车时阵同款，真好，还佫食活泼嘛，请果水。毋过为着明年要野放，要求保育人员甲乌熊仔囝毋通离伤远，预计11月份长龄了后，会照专家建议刷起更较大的人仔，训练乌熊仔囝伫野外适应的能力。照养的期间，或者是未来的野训的这段时间，我们都会考虑到他野外求生的、野外谋生的一个适应性啊，那都会给他一些训练啊。台东林管处表示，这只乌熊仔囝胃口真好，毋过到明年乌熊仔囝大汉到1岁野放进前，会无少成本来好好家照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即当阵囡仔兄囡仔姐上届爱耍的电脑比赛的 game， 即马结合台湾本土的布袋戏，变做真趣味的台语节目。公视台语台后礼拜9月2拜1拜2暗时6点半推出全新的囡仔节目《台语百面通》，招囡仔兄囡仔姐来拍电脑比赛的 game， 用 rap 唱台语，阁会当含布袋戏翁仔做伙来学台湾话。坐伫咧电竞比赛台，比赛开始。今仔日比的是台语文题目，这个团队的实力有影真坚强，无到30秒的时间就破关，要选出霹雳布袋戏的小生宋焕真，还有吴军、罗敖。像我这个会都这么紧张，搁这么兴奋的变讲囡仔，囡仔又搁较欢喜，所以这个方式绝对是上好的。这是公司台语台新杀出来台语儿童电视节目，号做《台语百面通》，结合电竞游戏加霹雳布袋戏，要用趣味的方式，互囡仔学习生活中的台语。霹雳布袋戏团也搁有台教授也秉承是这个节目的幕后大神。布袋戏对少年人来讲是足恐怖的，所以阮就为迄个造型开始。甲伊较古锥的用动物啊、甩鸭啊、神兽啊这种方式来表达布袋戏这个文化。即摆囡仔这样爱生气，咱是不是当个学习、甲教育、甲这游戏当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咱会当用这个方法，互台湾囡仔对学台语
较有兴趣，而且更加认真来做这件代志，我是感觉是真有意义。活泼的布袋戏翁仔，唔但受到真侪人的喜爱，结合电竞游戏，台记百面通节目一定会请更较侪囡仔兄囡仔仔做伙来拍电动，感受台记文的水。记者洪敏珍、尤怡珍台北报道。来看日本南平的沙卡肯组合关，因为分折高，雨大阵阁落袂掂，各地头拢淹甲真食家。即当阵有184个患者去检查咧病院的2楼和3楼，当等待人去解救。嘛有工厂淹甲做大水，一寡机械油拢流甲规下。目前已经证实有2个人不幸死亡，一个昏迷，阁有一个失踪。来讲昨香港平等机会妇女联席。这也就是几项个关心女性权利的团体扣做伙一个组织，因来发起反送中Me Too的集会，就是要抗议香港的警察面对这行街头的女性的时阵，刁工的去吸人的下身甲行程，讲起来是侵犯着人身体自主权。另外，今日透早嘛有不少民众有看到共产党解放军的兵仔车已经伫咧香港街头出现了。29号透早咧，香港街路出现大批的解放军车，其中有铁甲车甲运兵车。为咗网友分别咧高雄甲沙田这个所在去到军车出现画面，啊，有人讲咧黄冈空看，看到真侪铁甲车咧结合。之前传出香港政府拍算要动用紧急法来解决反送中的局势，今仔日煞出现了解放军出现咧香港，引起真侪人议论。对这件代志，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是发文来指出，这是中国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入去香港以来第22摆轮换。这反送中活动已经连续超过2个月，社会气氛也是真紧张，大小小游行不断，更加爆发几啊摆的警民冲突。如今香港警察竟然予人指控，在执法时阵用性暴力来对待抗议的人。警察去拘捕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可能都會去故意或者無意咁去觸碰到佢哋身體重要部位啦，例如係可能佢哋嘅胸部啊，或者佢下體，又或者係男仔嘅話，佢哋可能會直接去摸佢哋嘅下體咁樣啦。社會行動或者社會運動裏邊，永遠都係被漠視嘅一個話題啦。咁所以我覺得我非常有呢個責任去出嚟。要追究警方人權冒犯民眾身體，28號暗時，香港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是發起反送中Me Too的集會，是用手機來拍光，大聲發出訴求。主辦單位是講，這暗有超過3萬人來參加，而且要求警務處要針對人權暴力的行為，馬上來展開調查。記者綜合報道。接來，咱同齊來關心下半部的天氣，各地頭氣溫詳細的資料。北部上低29度，上懸35度。中部上低29度，上懸34度。南部这边上低29度，上懸34度。东部上低30度，上懸34度。台湾四时村国政报新闻，有话实在讲，敌人学敌群。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